刷爆全網嘅空中漫步名場面終於出現。最近國產噴漆飛行背囊化生鋼鐵俠亮相，將客幻電影裏邊嘅場景硬生生拉咗入原市。更震撼嘅係呢台能源地起飛嘅黑科技裝備，由核心零件到整體系統實現咗100%國產。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前幾日一條短片喺各大社交平台突然爆紅，畫面裏邊嘅場景令到無數網友之呼穿越咗入科幻片。影片內容係喺杭州國際博覽中心開闊嘅戶外平台上面，一個着住專業裝備嘅男人，心口同背脊都拖住一個黑白雙劍形似工具箱嘅設備，嗰個就係今次嘅主角——噴氣式飛行背囊。只見佢雙腳微微分開，雙臂青抬到胸前保持平衡，橫吸一啖氣之後猛咁一蹬地面，身體被無形嘅力量托舉，緩緩升到離地2米嘅半空中，穩穩咁懸停喺眾人眼前。周圍近100名觀眾瞬間沸騰，原本揸住手機隨意拍攝嘅人群，呢一刻全部都屏住呼吸，鏡頭鎖定喺空中嘅身影。有人忍唔住發出驚呼，有人下意識行前2步，仲有人激動到捉實身邊同伴隻手，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節。未完，個男人喺半空中輕調整身體重心，背囊兩側嘅發動機發出平穩嘅嗡嗡聲。佢朝着遠處嘅會展樓方向緩緩飛去，喺空中畫出一道流暢嘅弧線，又穩穩咁折返返嚟。成個過程好似行雲流水咁平順，最後佢慢慢降低度，雙腳輕盈落地，現場即刻爆發出熱烈嘅掌聲同歡呼聲。呢條充滿衝擊力嘅影片好快就喺網上邊掀起咗熱潮，評論區裏邊啲網友嘅討論熱高漲。呢個咪就係跌住飛行器嘅名場面咯。細個嗰陣玩紅井裏邊嘅飛行兵，而家居然真係實現咗。中國科技都太牛啦！仲有人好奇追問呢個背囊到底係咩黑科技？普通人玩唔玩得？就喺大家仲為影片裏邊嘅場景津津有味嗰陣。近日喺浙江大學嘅校園開放日上，呢款網紅噴氣式飛行背囊再次驚豔亮相。今次登場嘅依舊係杭州國際博覽中心影片裏邊嗰個男人。只見佢熟練咁坐喺張凳度，喺團隊成員嘅協助下着好個飛行背囊，背帶緊緊咁固定喺心口同腰間。檢查完每一個接口之後，佢企起身，喺眾人期待嘅目光之中撳咗個啟動按鈕，即刻背囊前後兩側嘅發動機傳嚟清晰嘅嗡嗡聲，跟住明亮嘅橙色火焰由噴口噴湧而出。隨住設備功率逐漸穩定，火焰都慢慢收細，變成極淡淡嘅青煙。與此同時，嘉唔盡雙手微微攤開，腳下嘅地面漸漸遠離，成個人平穩升空，又一次喺空中飛咗一個來回，甚至仲輕鬆調整咗2次高度。即使已經喺影片裏邊見過一次，周圍嘅觀眾都係忍唔住發出陣陣驚呼。其實個人飛行器咧並唔係全新概念，早喺上個世紀嘅科幻電影同小說裏邊，人類咧就幻想過乘住背囊上天嘅場景，但係咁多年嚟咧，佢始終停留喺熒幕同文字中，終難以走進。國際上嘅飛行背囊產品亦都一直面臨住續航時間短、設備價格高、操作難度大嘅3大瓶頸，大多只可以作為科技展品偶爾亮相。而呢款由浙江大學團隊研發嘅噴氣式飛行背囊就一舉打破咗呢個限制，展現出中國喺呢個領域嘅突破性戰。2次公開展示飛行背囊嘅鋼鐵俠交談起呢款設備係滿臉自豪。佢表示目前國內應該只有我哋能做到，隨時係隨地攞個背囊出嚟飛，唔需要複雜嘅場地準備，亦都唔使漫長嘅調試時間。
交筆嘅團隊成員透露，由最初萌生研發諗法到而家可以穩定展示，成個過程已經持續咗3-4年，淨係飛行測試就搞咗足足2年啦。佢哋前後迭代咗好幾版設計，而家展示呢一套係飛行最熟練、技術最成熟嘅一套，淨係地面調試就做咗上千次。所以呢款飛行背囊睇嚟好似好簡單，背後卻藏住精巧到極致嘅工程設計。與其話佢係個包，不如話更似一隻分明嘅箱子。側面清晰印住浙江大學嘅校徽 logo， 透住濃濃嘅科技感。碳纖維材質嘅連接板輕盈又堅固，牢牢固定者定制嘅臂帶系統，能將設備重量均勻分散到人體背部同腰部。最核心嘅部分係4支銀色罐裝嘅噴射發動機，分別安裝喺背囊嘅前後兩側，搭配起嚟形成穩定嘅動力系統。成個飛行系統有或噴發動機共同提供動力，其中2台透過手柄操作或握喺手中就能調整方向同速度。背後仲有3台作為主動利弦，確保升空同弦嘅穩定性。油箱就被巧妙咁安置喺背囊兩側，既唔影響操作，又能力大程度利用空間。團隊仲公布咗一組具體參數：背囊自重31公斤，相當於一個初中生嘅體重，能持續載人飛行3分鐘，飛行極限速度克達100公里每小時。即便喺海拔1500米嘅山區，也能穩定飛行。而喺杭州咁樣嘅低海拔地區，最高能飛到2米幾嘅高度，啱啱好能避開地面障礙，又能讓操作者清晰觀察周圍環境。其實從技術上嚟講，速度仲能再快，但太快嘅話，操作難度會成合級增長，普通人好難把握平衡，安全性亦都會降低。教練笑住解釋道，油量亦係目前嘅一個限制。不過單背包嘅潛力仲好大，而家用咖啡過小盒山溝，未來續航仲能再提升。面對咁樣一個會噴火嘅噴氣設備，好多人最關心嘅問題莫過於安全嗎？吳清聽到呢個問題時，亦都忍唔住笑咗。只要按照規範操作，發動機噴出嘅熱氣會迅速朝外擴散，唔會接觸到人體。正常飛行嘅時候，甚至睇唔到明顯嘅火焰，只有啟動瞬間會有一點火星。不過飛行背囊畢竟係專業設備，並非攞起嚟就能飛，需要進行系統嘅教學培訓先至能夠安全上手。教務警打咗個好形象嘅比方，就好似學踩單車，啱開始肯定會飛嚟飛去，甚至會跌低。但練上幾日，掌握咗平衡感就能夠輕鬆駕馭。我哋嘅飛行培訓亦係咁樣，從地面模擬操作到低空短距離飛行，循序漸漸進。普通人只要認真學，都能掌握。呢個意味住未來有一日，普通人或許亦都能夠上飛行背囊，體驗空中漫步嘅樂趣。值得一提嘅係，呢套噴氣式飛行背囊嘅未來可能不僅表示而家我哋研發嘅係載人版本，但未來呢套裝備未必只俾人用，人形機器人亦可以駕馭佢。到時候就能代替人類飛到火災現場、地震廢墟呢啲危險又艱難嘅地方執行，就任務大降低人員傷亡風險。目前呢一款飛行背囊仲處於小批量生產階段，每次展會後團隊都會根據展示情況同觀眾反饋進行優化調試，譬如減輕設備重量、提續航時間、簡化操作流程。雖然仲未有大規模商用，但佢已經展現出咗廣闊嘅應用前景。譬如喺應急救援領域，如果遇到洪水、泥石流等嘅災害時，救援人員移住佢，能輕鬆飛躍樓鷗等傳統救援設備難以跨越嘅障礙，第一時間到達被困人員身邊，爭取寶貴嘅救援時間。而對於普通消費者嚟講，交不盡表示，未來我哋或許會推出兒童專用嘅小型飛行器，重量更輕，速度更慢，訓練難度亦都會更低。
就好似細路仔學踩單車咁，練幾日就能飛起嚟。講唔定以後公園裏邊會多一種空中遊樂項目呢。值得一提嘅係，在架每次展示結束後，都會有好多觀眾慕名而嚟，想體驗獅上背囊嘅感覺。其中有一位後生仔喺工作人員嘅幫助下匿上咗飛行背囊後，忍唔住感嘆：佢比小項鐘沉一點，但係貼喺背脊上好穩。摸住手柄嘅時候，真係有種要起飛嘅激動。話說翻轉頭，交與飛行嘅緣分，仲要從20幾年前講起。最早嘅時候，佢做嘅係固定翼無人機，後來隨住技術發展，開始鑽研飛行器。呢一研究7年，算係一路跟住中國科技嘅腳步，從冇人飛行走到咗載人飛行。對於未來，佢有住更溫馨嘅憧憬。等個仔再大嗰啲，肯定要試試父子一齊飛，以後全家人喺空中散步，諗下都覺得有意思。一家人喺空中飛行咁樣嘅場景，聽起嚟相及咗科幻電影裏邊嘅畫面，但對焦正同佢嘅團隊嚟講，或許只需要1-2年嘅時間就能將呢個夢想變成現實。呢啲年中國團隊一直喺度努力追趕，而家我哋已經趕上嚟啦，甚至喺一啲技術素細節上，比國外嘅產品更貼合實際需求。亦喺不久嘅將來，我哋真係能擠上咁樣嘅飛行背囊，告別早高峰嘅擁堵，喺城市上空自由飛行。到嗰一日到嚟時，回望今日喺杭州國際博覽中心同浙江大學上空嘅身影，我哋會突然發現嗰個就係科幻照現實嘅起點，係中國科技一步實現夢想嘅見證。好啦，今日嘅內容到呢度就結束啦。如果你中意呢個嘅影片，仲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嘅人一齊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嘅頻道，咁樣能回顧往期影片，又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咁我哋下期節目